3年的加进10考试，周考、月考、期考，我同款保持第1名。老师发奖，用一本练习簿，顶头当奖，我簿啊拢免买。迄阵簿啊，甲有包皮的铅笔拢是5角。有一摆，伊讲铅笔伤济，要用笔架换簿啊。拄好我一支笔拢烧啊顶头啊，严咧认袂牢。有时要写铅笔，伤短，煞写着顶头尾，就甲伊换。过2天，礼拜日要暗时，我去市牛转来，趁天也未照暗，伫门口埕尾写字。迄年，阮还无牵电火，暗时拢是点橄榄油火读册。阿爸对外口入来，拿一支扫帚银啊，叫我跪落，就甲我说：自12年起。再来毋捌无考到第1名，阿爸骂我即届哪会退步？我煞傻无，明明我同款头名，阿爸哪会冤枉我？互阿爸说3个了后，伊才讲伫土地公庙仔前的大青树骹，甲一阵庄内人开讲，隔壁厝底的主人伫遐点报。甲人讲，我会拢保持第1名，是因查某囝无甲我同班。即摆无共啊，因查某囝考第1名，老师赏伊一本簿啊，顶头当字奖。伊毋甘互查某囝摕去写字用，专工用蜡纸封起来做纪念。阿爸讲，一班袂有2个第1名，别人有簿做证明，我的确是6名。我甲新铅笔也互阿爸看，甲代志讲出来，阿爸才知我受枉屈，歹势，互我一角银，表示代志决定打去。我无为安尼，就去迄个水洞学，一角银会当买5张卫生纸。过来卫生检查，我就免去4个月甲人叫来互先生验。下礼拜考试了，我当然嘛阁摕到头名赏的簿啊，伊阁要甲我用铅笔换，我也惊伊闭面，无爱阁甲我讲话，毋敢甲伊骗人老爸的代志出破，干那讲我算袂好。尾啊，伊讲我若甲伊换，上课的时我会使偷看伊的手。安尼，我免讲嘛投降。寒人的时，我无厚衫通穿，手冷吱吱。在是查某囡仔手生本就较烧，也是伊穿太空衣，家己的手牵咧有够好。我希望校的小师啊，袂记你摇下课前啊。迄天，咱人是3月14，拜六读一补尔。要放学的时，伊拄一张纸条啊，互我，讲要请我下昏去因兜。我转去厝。毋敢甲阿爸讲，找阮姨啊，讲同学要请我去因兜食暗。迄是我头摆互人邀请去做人客。阿姨专工改一领阿爸较无破的长裤，用裁缝车舞一波搭搭。我袂批大，可摕一条布带互我下。我穿也是伤闊，毋过伊也真满意。
我对后壁沟厝一块房啊，开去迄个厝体，树影内阁有种花种草，我袂好看水。树顶的拔啊真大粒，也无人挽，也有染雾甲油啊。好个人的厝要是无共。迄阵规整简单一口罩是下厝，村人拢伫苦仔厝砍草做厝顶。若风台来，要用石头啊缀咧，才袂厝挂互风掀去。厝内电火光拍拍，奇怪，阮规整都也无踩电火条，因哪有电火？同学出来接我，先带我去厝边凉亭仔骹坐，教我一寡话，叫我袂使闹开。到迄时，我才知影，迄天是伊的生日。因老爸甲伊啊，伊是叫爸爸甲妈妈，交代伊请较侪同学去因兜食生日桌。伊惊同学讲出伊无考第1名的代志，毋敢请因来，无请一个仔来嘛讲袂得过，才拜托我甲伊斗暗藏。因爸母真欢迎我，规道拢是我罕伊食过的青草。阿伯一直咧操蛋，讲我互因查某囝约过，请我毋通看伊，尽量食，算安慰我。同学就生来叫爸爸莫去讲这。阿伯煞来去学了查某囝，遮尔细就知顾谦，甲别人捞面子。伊去讲等下期，然后摕小婆仔转去。伊就省10块，也省100外块啊！妈妈讲伊真乖，拢欠起来，要拜托伫日本的阿姨替伊买乌龙药转来。阮同学有100外块，我听一个就要昏去。食饱，阿姆阁包鸡腿。甲一块3层肉，要互我炸上去。同学举一支缅甸图会光，阁无像目底里的，细细枝啊真水，讲是手电仔的。因兜青花边的田花路陪我行。星真光，那天顶有真侪支手电啊，毋过离上远，照袂到涂骹。暗头水鸡大细只好，老啊声较沉，哪走低音，吞啊是中音，神啊声悠悠，就是观音。伫暗暝蒙的田里奏乐牵曲，田花路细条，伊惊跋倒，伸手互我牵。佮愈行愈晚，我想要甲伊行较晚，佮毋敢，尽量闪行田花边，煞跑落田底，伊对我摔落。我的衫裤拢湿，加在伊跋伫我身躯顶，无擘落水。身解火灯裤湿无要紧，伊拍伫我身躯的气味，规个月拢无退。读4年的时，因规家就拢徙去美国。拄开学迄天，老师宣布这个消息，我心肝头刺插，然后更甜甜，无甜无甜，目屎淋落来。拍开鉛筆盒啊，规只剩一块囝的鉛筆用破紙包起来。我无要去用，等去厝就用鉛片壳啊缀咧，甲一张写伊的名甲生日的纸条啊放做伙，风雨捌
甲带点护灵啊边迄张可怜啊骹，互即个秘密伫遐不厌试探。是啦，过了3个14天，我一世人无可能袂记得。毋是青青河畔草，迄出真像囡仔办家伙的恋情。迄天嘛是我的生日，原拄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。这件代志是迄天我转去了后，伊啊3包玉米线咧等我，讲自来是大人生日食肉，囡仔生日食拍。我穿长裤，拿新书，搁有人请去坐桌，算大人啊。头家甲我讲我的旧日生日，无肉米线嘛会使。我甲肉摕互阿姨，讲要包互小弟小妹食的。阿姨因去烧香感谢佛祖，讲伊较早捌下愿，等我做生日一定要有肉。拄咧烦恼，正是就有啊。我过去床头写一步，斜对高后柜，福利公庙啊。甲迄落有像位的厝体拢无去啊！原本的所在起一间大庙，香火真旺。庙前迄张大青树原在，简单留甲翠树愈来愈长。